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2月27号，窗外春寒料峭啊，俄烏戰場上卻是炮火連天啊，無人機可是嗡嗡響。從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全面入侵算起，整整1465天過去了，烏克蘭軍隊殺進庫爾斯克也已經第571天。咱們每一期每一天都要聊俄烏戰場情況。我想很多網友跟我一樣一方面佩服烏克蘭老百姓和軍隊的頑強，另一方面又為這場看不到盡頭的消耗戰感到心痛。今天我們繼續聊一聊這個俄烏戰場的一些情況，看看又有什麼變化。先聊一聊最熱的戰場動態。烏克蘭總參謀部2月26日戰報說，第1463天前線總共發生了164次戰鬥，其中27次發生在波克羅夫斯克方向。烏克蘭特種作戰部隊2月25日夜間在克里米亞半島襲擊了一架 S-400 凱旋防空系統，並摧毀了一架鎧甲 S-1 防空系統。報告確認摧毀了一架發射器、一套 92N6E 雷達以及 S-400 輔助部件。這場夜襲可以說給俄軍造成了很大的損失，因為 S-400 被俄羅斯吹成不可逾越的堡壘，是對外出口的明星貨現在連發射器、雷達輔助系統一起被烏軍特種部隊給端掉了，讓克里米亞的防空網直接出現了一個大窟窿。美國戰爭研究所2月25日報告也確認，烏軍最近在克里米亞方向有精準的中程打擊，俄羅斯後方安全感直線下降，烏克蘭能深夜滲透敵後完成任務，情報加執行力已經拉滿，這不是運氣，這是烏軍長期積累的戰鬥力。後方打擊同樣狠根據烏克蘭總參謀部補充的電報，還有路透社今日俄羅斯2月26號報道在斯摩棱斯克地區一家化工廠遭到襲擊，目標是生產爆炸物零部件的多羅戈布日工厂。初步信息顯示至少有4名俄羅斯人遇難，另有4人住院。衛星圖像顯示，油泵站仍在燃燒，一個5萬立方米的油罐仍在燃燒，煙柱延綿170公里，另一個储罐煙霧較輕，損傷不明。烏軍襲擊了俄軍指揮所、彈藥和後勤倉庫、維修基地以及軍事裝備，部分空襲中使用了美國陸軍戰術導彈。根據烏克蘭總參謀部的戰報俄軍在過去一天損失1070人和3輛坦克。所以大家腦補一下這個濃煙居然170公里，這個畫面太震撼。多羅戈布日工厂是爆炸物上游供應鏈，被烏軍精準點名後，俄羅斯彈藥生產那肯定是要受很大影響。美國的戰爭研究所2月25日評估也提到了烏軍縱深打擊正在削弱俄軍的後勤，1070人加3輛坦克，這一天的損失，你按這個算的話，一個月就是3萬多人，這對俄羅斯的這個兵員消耗對俄羅斯的動員體系可以說是壓力山大。而且烏克蘭人這個時候用美國陸軍戰術導彈這種遠程武器公開的轟炸俄羅斯的目標，這個顯然也是另有意圖大家自己去想吧，對吧？美國陸軍戰術導彈炸得越多，那是不是俄羅斯人对特朗普意見就越大呀？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高科技戰那是更加亮眼烏克蘭第32獨立機械化旅報道，這是基輔郵報2月26號說，在波克羅夫斯克附近，烏軍第7軍一套地面作戰機器人系統擊斃了2名試圖在霧中滲透的俄軍士兵。用機器人對付那個小股滲透的俄軍士兵，這個很厲害。這套平台當時處於埋伏狀態，在俄軍接近時用其戰鬥模塊開火，這還機器人還打伏擊，你說你受得了嗎？所以說機器人霧中埋伏開火，這已經是無人化戰爭的教科書案例減少士兵暴露風險，還能在惡劣天氣精準執行。烏克蘭在智能化戰爭的路上是越走越遠。美國戰爭研究所報告確認，烏軍最近在波克羅夫斯克附近有小幅的推進，以改這個12月份那個被俄軍壓着打的那種颓勢。俄羅斯滲透嘗試被機器人火力覆蓋，防禦網越織越密，所以未來戰場機器對機器、人對機器的较量，烏克蘭明顯占了一定的先機光纖 FPV 無人機進展同樣讓人驚訝。這個根據這個半島電視台還有俄羅斯叫今日俄羅斯
2月26號的報道說啊，俄羅斯的光纖 FPV 已經打到了哈爾科夫市區，飛行距離超過30公里。你想這個後面拖個尾巴能拖30公里啊，這什麼概念啊？這意味着哈爾科夫以北的地區也要進入被光纖 FPV 切斷後勤的局面。这個光纖 FPV 啊，不受電子干擾，30公里直達市區，雙方啊都在利用這種光纖 FPV 無人機。路透社2月26日報道，俄軍在哈爾科夫方向面臨無人機持續壓力，第聶伯羅水庫和特爾諾維方向烏軍的突破啊最提氣。這個烏克蘭真理報2月26日報道說，烏軍在第聶伯水庫突破俄軍防線，還包圍了一些衝鋒隊。如果屬實的話，絕對是個不錯的戰果。烏克蘭第425突擊團將俄羅斯第69旅從傑爾諾維擊潰。傑爾諾維是俄牢牢控制的村莊，而不是灰色地帶的前哨站。過去3周，東南方向反攻重點是清除無人區。現在烏克蘭軍隊正在向無人區外推進，烏克蘭已經在構築新的防線，為俄預計的春季攻勢爭取時間。特爾諾維確實在俄防線後方，如果被烏軍收復啊，這就是本次反擊的最大的一個戰果。從清除無人區到擊潰牢牢控制的村莊，這一步跨越巨大。地圖繪制者克萊門特·莫林評價啊，說俄軍在3周內至少損失了4個月深入敵後滲透行動的成果，也就是俄軍花了4個月時間一點點啃下了地方，3周就丟失了。你說慘不慘？烏軍不惜摧毀建築物推進，決心拉滿，新防線又穩紮穩打。特爾諾維如果確認收復，就是本次反擊的最大的一個亮點。戰爭研究所確認烏軍最近在扎波羅熱西部和波克羅夫斯克附近有小幅推進，俄羅斯春季攻勢準備時間被壓縮。所以說總體來看啊，過去24小時烏軍在克里米亞夜袭斯摩棱斯克後勤的重創，波克罗夫斯克機器人殺敌，光纖 FPV 無人機遠程覆蓋，特爾諾維村莊收復等多線同時發力，戰績體系化、智能化，主動性明顯增強。而俄軍啊，想要靠人數和炮灰和耗材堆回去的時代正在過去。烏克蘭的精準加科技加意志組合拳越來越狠，這個戰爭打到第5年，烏軍是越打越聰明，而普通的俄羅斯士兵啊，卻在為普京的野心當炮灰、當耗材。我們再看看啊，雙方對這個縱深的戰略目標的轟炸。烏克蘭火烈鳥直搗沃特金斯導彈廠，6088家俄國防工廠數據全曝光，戰場前沿焦灼，後方縱深卻打得火熱。烏克蘭遠程打擊能力爆發式增長。根據烏克蘭媒體開源情報和總參謀部確認，還有路透社啊2月26日報道，烏克蘭的 FP-5 火烈鳥突破防空網，擊中俄羅斯沃特金斯克導彈工廠，或將迫使俄軍導彈生產中斷。火烈鳥是簡化版的巡航導彈，面對已經被摧殘的體無完膚的俄羅斯防空系統，這些瑕疵已經被忽略一半。烏克蘭遠程打擊能力快速增長，俄羅斯的有效遠程打擊能力被制裁局限。這場現在演變成前沿對抗，進展不大，主要是遠程互懟、互轟、互炸。現在進入了平衡時期，很快這個此消彼長，烏克蘭會取得壓倒性的優勢。火烈鳥雖是戰時簡化版，但產量加突防概率才是核心。戰爭研究所2月25日報告確認，烏軍用 FP-5 打擊了沃特金斯克這個生產伊斯坎德爾還有什麼各種導彈的核心工廠。這個是美國戰爭研究所已經確認了啊，以前幾天是澤連斯基自己說的啊，烏軍宣布的，但現在是美國戰爭研究所確認。視頻顯示導彈精準命中車間，火光衝天。俄羅斯防空被形容體無完膚，此前多次打擊已讓漏洞百出。烏克蘭防空提升，遠程打擊能力增長，俄羅斯受制裁限制，這是此消彼長，讓和談的窗口快速關閉。路透社2月26日報道說，俄羅斯指責英法提供核武器部件，實際是指提供了中遠程導彈技術支援，更多的是心理戰術，也就是俄羅斯人這個誇大他就借着這事情說事，實際上是英國和法國幫烏克蘭人，對吧？這個技術轉讓，讓他造遠程打擊武器。根據這
這個鳳凰網和今日俄羅斯啊2月26日報道說，烏克蘭媒體啊發布了互動地圖，說啊涵蓋了6088家俄國防工厂，並泄露了120万名員工個人數據、護照、電話、電子郵件。該數據庫可按16個生產類別進行篩選，從導彈系統和彈藥到無人機和電子戰。在這6088家企業中，只有2290家面臨國際制裁，其余3798家企業目前已被曝光，但尚未受到制裁。也就是啊，在这個俄羅斯國防部啊，可能被黑客給攻破了，他們獲取更多來自俄羅斯的泄露信息、訪問權限和機密。你說俄羅斯弄啥？6088家工廠，120萬名員工，全部曝光，那不就是給烏克蘭人提供了這個打擊的目標嗎？和坐標，然後給美西方擴大制裁，對吧？有了個完整的清單。這個電腦黑客啊，繼續挖這個俄軍的機密。這場情報戰核彈級啊，對俄羅斯軍工體系震懾長期而深遠。BBC 和半島電視台2月26日報道，類似曝光行動正在持續。俄羅斯後方等於聚光燈下裸奔，生產效率和士氣直接受影響。戰爭研究所評估啊，是烏克蘭縱深打擊正在改變戰略平衡。實際上我以前也說過了啊，進入2026年，這種遠程打擊是此消彼長，只會加速。俄羅斯如果在和談中啊堅持不讓步，那麼後方被持續轟炸的日子會越来越苦啊。這個戰打到這個份上，已經不是拼人數那麼簡單，而是拼科技、拼情報、拼工業製造、拼輸血。所以我們接着看啊，國際社會對烏克蘭的這個外交和這個武器資金的支持，30個國家聯盟重申全力支持烏克蘭。英國2億英鎊備戰部署，波蘭2億美元星鏈加 SpaceX 120顆衛星的計劃，挪威是全力支持。79國1100場民間活動，法國提供歷史上最多的鐵錘制導炸彈。我們來看看啊，國際社會對烏克蘭的支持可以說用全方位、無死角、長期化來形容。挪威官方承諾啊，這個挪威外交部2月26日聲明，挪威承諾將繼續全力支持烏克蘭。這挪威很有錢啊，挪威的這個能源、石油供應給歐洲也賺了一大筆，然後他拿這個錢呢，一部分援助烏克蘭。北歐國家一貫堅定，這份全力支持在春季攻勢前夕分量極重，能極大鼓舞烏軍的士氣。老牌帝國主義英國啊，那就更沒得說了。那英國不僅嘴上支持，那動作啊，手頭上也沒閒着。根據俄羅斯衛星通讯社2月26日報道，英國國防大臣約翰希利2月25日稱，英國陸軍和空軍正在進行演習，為在志願者聯盟框架內與烏克蘭部署做準備。此外，還撥款2億英鎊，以確保我們的武裝力量獲得展開所需的一切物資。具體部隊結構將在和平協議簽署後確定。這個志願者聯盟一共是30個國家，重申啊，願意派兵。一旦和平協議簽署，西方地面力量進入可能性大幅提升，這個對俄羅斯戰略威懾巨大。BBC 和路透社2月26日確認，英國已在議會表態，志願者聯盟框架下軍事介入信號明確。這個已經不是口頭支持啊，而是隨時可轉戰場實力的後手。所以俄羅斯到底能不能簽這個和平協議，對吧？你只要簽和平協議，英法聯軍啊，30個國家的這個叫志願者聯盟就要進入烏克蘭。你普京不是要把這個國外勢力趕出烏克蘭嗎？你這怎麼打完了之後，這部隊還部署到烏克蘭呢？所以說啊，就衝這個，普京他也沒法所謂的簽和平協議啊。那麼波蘭支持烏克蘭呢，也是啊不遺餘力，在這個星鏈上面，波蘭是一直在支持烏克蘭。據波蘭外交部長希科爾斯基說啊，波蘭出資購買了3萬個終端，我們在 SpaceX 的服務上花費了大約2億美元。我們希望他不要向敵人提供同樣的服務，也就是希科尔斯基啊說，這個馬斯克啊，你不要把這服務提供給俄羅斯。我記得希科爾斯基和馬斯克經常吵架啊，两人噴口水啊。目前在烏克蘭大約有 4.5 到5萬套星鏈終端處於在用狀態。幫助烏克蘭承擔這些費用的國家中，波蘭是主力，大約占60%。俄羅斯
盜用星鏈的現象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俄羅斯前線偷買、偷用星鏈終端的事情，克里姆林宮似乎並不支持。這是這個媒體報道啊，他說什麼意思呢？就是俄羅斯前線的士兵啊，他自己花錢偷用這個星鏈，反而還得不到莫斯科的支持。你說這叫什麼事？馬斯克當初啊也沒想到星鏈成決定性因素。現在波蘭行動讓俄羅斯東部通信優勢徹底喪失，影響深遠。最關鍵的是啊，根據今日俄羅斯2月26號報道 ，SpaceX 將參與為烏軍發射120顆衛星的計劃，也就是2027年。要部署120顆衛星，並且逐年增加數量。SpaceX 將參與發射工作。烏軍計劃在系統運行第1年部署多達5萬個通信終端。衛星製造由丹麥公司負責。特別軍事行動結束後，衛星生產將逐步轉移至烏克蘭境內。這就是在武裝烏克蘭啊！以後烏克蘭自己生產衛星，自己对吧？就有这個通信。俄羅斯安全機構透露，反而證明計劃真實。西方長期支持烏克蘭的決心可見。根據聯合早報啊2月26日報道，俄烏戰爭4周年，30國元首促俄同意無條件停火。這30國裡面包括英國首相斯塔默、法國總統馬克龍和德國總理莫爾茨。各國領袖指俄羅斯在戰場上僅取得微小進展，卻付出慘重代價。但是2025年就造成近50萬人傷亡。這個聯盟表明啊，會全力繼續支持烏克蘭，捍衛主權和領土完整，保衛歐洲自由。30個國家的元首啊聯合聲明，全球民間聲援烏克蘭也是空前啊。據多家媒體2月26日匯總，全球79個國家於2020年2月24日舉辦了1100多場支持烏克蘭的活動，這簡直是啊，這叫得道多助啊。而這個俄羅斯呢是0場，連朝鮮、古巴、伊朗、白俄羅斯都沒有說慶祝一下俄羅斯什麼的。公道自在人心啊！79個國家1100多場紀念活動，俄羅斯及其盟友是0，這個對比非常刺眼，民心向背，一目了然。俄羅斯國際孤立已到了傳統夥伴都不願公開站台的地步。就連新華社和環球時報2月26日客觀報道4周年活動，強調國際社會廣泛支持烏克蘭。而澤連斯基2月26日的講話也是掷地有聲啊，他說啊，一些在自己的邊界內自我孤立，另一些則根本不承認邊界，積極試圖摧毀其鄰國。這是一種心態，一種不穩定的獨裁統治。普京無法接受人們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生活，這是普京的戰爭。是的，任何支持普京的人不可能不明白，他選擇的是戰爭，直指獨裁核心矛盾，捍衛自由價值觀。在4周年節點，全球回響強烈，這個西方媒體紛紛轉載就是澤連斯基的講話。那麼關於武器的援助呢，那也是逐漸升級啊。烏克蘭軍方聲明，法國已向烏交付了一批鐵錘制導炸彈，關鍵是這個數量是有史以來最多的一次。可以說法國的鐵錘制導炸彈在烏克蘭戰場上是立了大功啊，就是數量少，所以這回要更多的鐵錘炸彈，史上最多批次的鐵錘制導炸彈，精準打擊能力如虎添翼。歐洲武器供應持續升級，加拿大宣布2026年到2027年20億加元軍事援助，其中包括400多輛裝甲車。這個美國媒體2月26日報道說特朗普與澤連斯基友好通話，討論了烏克蘭武器採購優先計劃，就是 PURL 這個項目，要給烏克蘭提供防空導彈援助，以及日內瓦和三邊談判準備。澤連斯基感謝美國援助，幫助烏克蘭度過最艱難的冬天。路透社確認日內瓦美烏會談正在進行，接下來就要準備三邊會談。根據鳳凰衛視2月26日報道美烏軍還披露了非洲衝鋒隊被騙的事件。這個鳳凰衛視說超過1700名來自36個國家的非洲衝鋒隊正在為俄羅斯作戰，他們被以欺騙手段招募，抵達俄羅斯後他們的證件會被沒收，並被迫與俄羅斯簽訂衝鋒合同。1700多名非洲人被騙上戰場，暴露俄羅斯兵員短缺和招募的卑鄙。南非17人被騙案進一步放大譴責，15人回國，當局調查包括前總統的女兒，這都是人贩子這個是鳳凰網報道這個國際社會對烏克蘭的支持那是全方位的，對吧？從武器到資金到衛星
到這個輿論聲援。但是啊，在這個同時啊，對俄羅斯的制裁譴責那也是同步升級。30國會議直接要求無條件停火。联合國安理會4周年会議上啊，俄羅斯驻联合國大使瓦西里涅边贾声称：“我是乌克蘭人，我的父親是真正的烏克蘭人，我的母親也有哥薩克血統。”俄羅斯正在進行的軍事行動旨在扭轉這種趨勢。烏克蘭副外長被查當場回擊：“涅邊贾先生，你不是烏克蘭人，別裝了。烏克蘭和俄羅斯永遠都不會是一個國家。烏克蘭是自由民主的歐洲國家，而俄羅斯是一個侵略性國家，它發動侵略、恐怖主義、戰爭罪行、反人類罪行以及種族滅絕。”這個視頻在網上流傳啊，俄羅斯這種同一個民族敘事被單面拆穿。這個俄羅斯啊，試圖秀存在感，居然參加了米蘭2026多國海軍演習。根據今日俄羅斯2月26號報道啊，說俄海軍沙波什尼科夫元帥號護衛艦編隊參加，圍繞聯合機動、實彈射擊和聯合反潛等內容展開訓練。俄羅斯海軍代表團由海軍總司令亞歷山大·莫伊謝夫上將率隊參加，看似活躍啊，但对比79國支持烏克蘭，0國啊就沒有國家支持俄羅斯，所以這種秀肌肉啊更加尷尬。環球時報2月26日客觀報道，俄羅斯參與國際演習，但強調國際孤立現實，也就是孤孤單單啊。所以說啊，制裁從工廠曝光到聯合國回擊，再到南非調查，層層加碼。俄羅斯在國際舞台徹底被動，任何宣傳都難扭轉孤立。這種外部壓力會直接傳導到俄羅斯國內，讓俄羅斯內外交困，雪上加霜。普京發動的這個戰爭啊，靠謊言和炮灰維持，普通的俄羅斯人卻在為個別人的野心買單。所以我們看看啊，俄羅斯國內啊叫內外交困，現在俄羅斯國內啊是叫四面楚歌，兵源問題最着急。根據每日電訊報和戰爭研究所2月25號、26號的報道，去年11月開始，俄羅斯每月遭受大約4萬人的傷亡，就是減員啊4萬人，但是他們每個月只能招募大約3萬5千人來維持前線。現在的拉新成本每個需要相當於幾十萬元人民幣，就是有一個人來參軍啊，你现在給人家付幾十萬人民幣，那盧布那就更多了，這個也加大了俄羅斯招募士兵的成本了。每月淨虧啊，淨減少5000人，一年6萬的缺口，對吧？徵召新兵成本高昂，動員體系接近極限。路透社2月26日確認，俄羅斯傷亡累計已經超過120萬，而2025年一年就有50萬，就這些數字啊，早就超過了很多國家軍隊總人數。俄羅斯的人力紅線啊，已經到頭了。這個外籍人員新規啊更狠啊，這個大家晚上都在說啊，18歲到65歲的外籍男性申請長期居留必須同意服役1年，否則不批役，本質上是要把外國人當壯丁。連胡锡進老師啊都在微博上提醒，在俄中國留學生超過6.6万，需要小心。你說你跑到俄羅斯留學幹啥呢？俄羅斯本土兵源枯竭，開始打外國人的主意。連胡锡進老師啊都為在俄羅斯留學的大國的學生捏把汗，要小心啦。不知道胡锡进老師現在這個心裡是怎麼想的？還是無條件支持俄爹嗎？在經濟方面印度黃金採購成俄羅斯的救命稻草。根据俄羅斯衛星通讯社2月26日報道說，去年印度向俄羅斯採購黃金是2024年150倍左右，2025年全年5080萬美元，是2024年的149.3倍，这不是150倍嗎？5080萬美元對比每月的軍費和傷亡，杯水車薪。就是玩命的賣黃金也彌補不了這缺口。俄羅斯經濟在制裁下千瘡百孔，黃金出口短暫反彈掩蓋不了整體的衰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報告隱含俄羅斯2026年增長低迷，通脹高企。而在政治上呢，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2月26日表態說，普京特朗普和澤連斯基三方會晤只有在敲定協議的情況下才有意義，向澤連斯基發出的訪問莫斯科的邀請仍然有效。普京總統始終信守承諾，邀請雖然還在但前提是先敲定協議。基輔的立場讓談判不確定，俄羅斯想談又怕丟面子，內部政治壓力巨大。日內瓦美烏會談正在進行，但領土
土和安全保證分歧任大。泽连斯基最近，对吧，在视频中一直强調，不可能用主权，不可能用领土来换和平，宁願打到底，对吧？他一直这么表態。所以这个领土啊，这分歧是最大的。即便由特朗普施压，那邊人家30個國家力挺烏克蘭，特朗普手上還有什麼牌呢？俄羅斯秀存在感，參加米蘭海軍演習，但對比國際孤立，效果有限。國內輿論管控嚴，但傷亡和經濟壓力已傳導到社會底層。也就是這一切啊，俄羅斯老百姓遲早是要知道的。所以說，俄羅斯內外交困，人力每月淨虧，經濟靠黃金勉強支撐，政治和談進退兩難，外交孤立。普京的戰爭已經進入第5年，俄羅斯的老百姓在為個別人的野心付出沉重代價。這個美國在聯合國安理會說啊，第三國對俄羅斯的支持是導致烏克蘭戰爭拖延的原因之一。美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布魯斯表示，烏克蘭戰爭久拖不決的原因之一是俄羅斯獲得了第三國的支持。當然，這個他又指責了大國啊，他說大國啊是推動俄羅斯軍工體系發展的關鍵因素。當然，直接說的是誰呢？說的是朝鮮向俄羅斯提供了用於烏克蘭戰爭的彈藥和彈道導彈，並且派出軍人在前線為俄羅斯作戰。伊朗向俄羅斯提供了數百架無人機及相關技術，用於烏克蘭戰場。古巴近期也成為向俄羅斯提供外國軍人的重要來源國之一。2025年，古巴還與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簽署了新的防務協議。美國呼籲所有聯合國成員停止任何延續烏克蘭戰爭的支持行為。所以這就是我們說的啊，正義聯盟什麼時候瓦解，有助於烏克蘭在戰場上取得勝利。而這個正義聯盟不正在瓦解之中嗎？實際上這是一盤棋啊，所以我們有信心看到啊，這個俄羅斯不久的將來變成好幾十個小俄羅斯啊。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